那个时候其实就很多人都有遇过的，就是虚拟货币的诈骗。然后因为那个时候对虚拟货币又不是非常的了解，然后呢，他们会讲的头头是道，然后会讲了一系列的的东西，然后呢，那个时候就疏忽的就是忘记上网查，或者是说到警察单位去询问，或者是到那个银行单位去询问。艺人郭彦均曾经被虚拟货币骗走要购物的头期款550万。这天，他来到台南市警察局公布打诈仪表板数据的记者会现场，表示身为被害人，觉得对社会有使命，应该站出来，强调有钱赚的机会绝对不会来找你。不可能会有比银行利率还要高的投资，那样子的风险不是一般人能够去承担的。而且，如果真的有这么高的投资的报酬率的话，我相信介绍你的人，他一定会卖家产去投资的，不可能介绍给你的。台南市警察局统计，114年1月份诈骗案件有1075件，最常发生的前3名分别是23.9%的假投资，假网拍占12.26%，解除分期付款是11.99%，拦阻总金额高达1亿2500多万。那我们台南市呢，打造这个台南队呢，在我们市长的一个带领下，我们也持续的在精进我们的市诈、赌诈、主诈、惩诈以及防诈呢这5大的面向。以各种理由要你汇款就是诈骗，警察局呼吁一定要先查证，若有疑问可以打165反诈骗专线，增加防诈反诈意识，避免憾事发生。记者苏怀台南报道。